大家好啊！今日過嚟環球唔同樹兒童世界度玩。玩之前分享一個開心嘅消息，就係3月到5月期間，澳門身份證嘅人可以免費入場玩。公共假期除外，所以嚟緊嘅清明節同5·1假期要注意啊！玩完之後去前台掃碼免費領取停車優惠。樂園嘅時間係10點半到7點半，免費期間好多人啊！自己安排好出行時間。另外逢星期二閉園清潔，唔好撲空啊！樂園出面有啲機動遊戲，遊戲需要換遊戲幣先可以玩，唔係免費項目嚟㗎。去前台登記好之後，就可以兌換入場手環入去玩啦。小朋友已經急不及待要飛去波波池啦！兒童樂園風格係土耳其夢幻主題。根據資料顯示，兒童樂園佔地係14,000尺，場地非常之大，小朋友好興奮啊！入面有夢幻波波池、彩虹滑梯、高空攀爬同埋蹦蹦床。大家一齊跟住我嘅鏡頭玩啦！我哋首先見到蹦蹦床嘅區域好大，跟住我哋一齊玩兒童樂園最大嘅設施——土耳其城堡。土耳其城堡非常大，最少有3層高。佢有4條彩虹滑梯，滑落嚟係充滿夢幻嘅波波池世界。喺小朋友嘅角度係非常之興奮嘅。而家就跟住佢哋一齊嚟探索城堡啦！城堡入面設有阻礙關卡，訓練小朋友嘅靈活度。之前我上載嘅室內兒童樂園影片，都成日俾人問幾多年齡適合玩兒童樂園。一般嚟講，要睇兒童樂園嘅設施而定嘅。今日嘅兒童樂園，我自己認為就2歲到12歲都適合。每個年齡追求嘅兒童樂園設施係唔同㗎。比較細嘅小朋友就去玩波波池、穿越城堡、上滑梯等等。大啲嘅就唔使擔心佢哋，因為呢度有高空攀爬設施可以俾大家挑戰。
過要注意開放嘅時間同埋有身高要求㗎。呢個高空項目大人都可以玩，上面有唔同嘅關卡去考驗大家嘅身手敏捷度。工作人員會幫我哋着上安全衣，就可以上去挑戰啦。呢個高空項目呢個難度係簡單嘅，慢慢一步一步行就會通過。主要係考驗1.4米嘅小朋友，俾佢哋嘗試一下，克服一下困難。最後簡單總結一下，呢個樂園非常之好玩，地方好大，係一個大型嘅兒童樂園，小朋友玩得好開心。最令人驚喜嘅係佢成個都係波波池，充滿夢幻嘅效果。其次就係呢個高空項目，大嘅小朋友都可以玩，一齊嚟分享樂園嘅快樂。最後嘅溫馨提示，免費優惠最後嘅時間係5月31日，要去嘅朋友快啲去啦！今集到呢度結束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